港台製作五棱鏡即將播映，之後請收睇翡翠音樂幹線2002。向生命致敬，即將播映。喺稍後請收睇阿迪太空漫遊。喺稍後係永宣傳2。跟住俾嘅係電波聖火令，之後係東張西望。喺稍後請收睇雙語廣播2009至2010財政預算案。跟住俾嘅係宣傳2。喺稍後請收睇飛的遊學團。跟住係港台製作嘅《左右紅藍綠》，朝氣都市閒情。